长林天武兄，甲咱致辞。我无啥特别致辞，我就将迄个责任伫遮来欢迎甲感谢吼。我大声是欢迎所有的在咱中辈会的会员，大家真请即个会，咱大家热心安尼来参加即个会吼，咱一年4遍的会议吼，所以真欢迎大家来，甲一寡来宾，甲一寡义工拢来。第二是感谢咱来感谢一寡迄个来宾是演讲来遮甲咱办节目，或者义工甲咱团队内底有真侪义工来替咱做即个代志，咱来参加。要受遮个义工，甲大家自愿真欢喜来服侍中辈会，咱一定爱特别个感谢，咱爱用一个感谢的心来大家甲你有落感谢。这是干那我今日爱做的工作。剩下你无看我，咱是偌熟，定来迄落所以你看灶骹遐大家遐无闲，为着咱准备遮代志咱爱有一个真感谢的心。我干那讲到遮。多谢林会长和这义工的这学老，其实伊这是上好的一个领导者，伊家己免做代志，下骹人做较好势，咱甲拍手。第一位我是讲迄个金山湾区文教服务中心大会长，会使讲大家长严树荣严主任。第二位是副主任钟佩珍女士，北加州台湾会馆理事长兼即马教务委员会委员陈德辉，谢谢高副员，北加州台湾同乡会联合会会长高成阳，林天武会长。都是廖仲辉医师甲夫人，个是许伯荣顾问，蔡登畅牧师。多谢。咱北加州中辈会会长林登博会长，有北加州台湾会馆理事长陈德辉教务委员，有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会长高成阳会长，有今仔日的迄个讲座廖俊惠医师所有的乡亲市大大家好。我头拄以为讲我今仔日会使放假咧讲话啦，头拄就enjoy迄个廖医师讲的迄个主题就是讲老人的一寡议题听了伊的演讲了，我知影讲哇，做一个老人会使遐尼济好处，遐尼济快乐。毋过你要享受一寡好处，要享受一寡快乐，你对少年时就要开始有一寡准备才会使有一个快乐的迄个老人生活。我伫遮足感谢，足欢喜会使搁一届参加中辈会的活动。阮拢知影，敬老尊贤是阮台湾人足优良的传统我足欢喜阮中辈会嘛伫遮将即项优良的传统伫遮传承落去办理即项有足有意义的活动。我看到有遮尔济乡亲市大大家做伙会使分享你的生活中的经验足济较早应用的迄个事迹这是一个足好的迄个方式，让大家有一个足快乐的迄个老人的生活。我希望讲以后会使有足济。参像今仔日即种活动阮会使请一个迄个专业的迄个演讲的迄个老师互大家分享一寡足有
就有智慧的迄个一款即个知识吼，互大家有一个足快乐的迄个老人的生活。而且上尾我爱伫遮多谢各位长辈会的迄个长辈甲阮门教中心的支持，嘛祝大家身体健康，食百里，多谢。多谢咱这个好的技术。咱要邀请这个台湾东乡联合会会长高晨阳高先生。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北加州台湾东乡联合会会长，我是高晨阳。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遮，甲大家做伙，甲大家请安。我也感谢林会长有好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到遮。咱长辈会呢，近年来对联合会支持，我伫遮深深的大家多谢。长辈会呢，伫你个林会长的主持下，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可爱。我想呢，我嘛应该赶紧来加入这个咱的长辈会。我伫遮呢，祝各位的身体呢，一日更较健康。以后的生活呢，像廖老师讲的，会当一日更较快乐。多谢各位，多谢。足欢喜吼，也是足欢迎吼。咱的台湾东乡联合会会长吼，新的会长高晨阳，伊真要来讲，足关心咱长辈会，今仔日特别来甲咱参加，咱都爱甲拍手。